分享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初2公司第几代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开始来关心彰化火车头前的交友大楼，拜三暗发生火灾。这栋大楼7楼到9楼是防疫旅馆，火烧的时有31个人掉伫内底。消防人员经过8点钟的抢救，才把火拍花，结果是造成4个人死亡，20多人受伤。死者内底还有一个是消防人员。大楼的火真大，乌烟是一直冲出来。彰化车头前的交友大楼，6月30日暗时8点传出火灾，派超过150个消防人员去现场拍火，嘛出动分推车为空中抓水拍火。受困的民众赶紧用手电啊向外来寻求协助。这栋15楼高的大楼，7楼至9楼是防疫旅馆，有31个人受困。家属赶去现场的时阵，有的是真着急敲电话咧联络，看着是真紧张。因为代志发生的时阵，旅馆的负责人通知人客就先踮伫房间内底等待救援。我们里面的员工就分门的去交代他们哦，不要乱跑，就是把房我们关起来哦，就比较安全，这样不要给浓烟呛到。分推车小连续甲受困的民众救落来。彰化县消防局调查，迄当阵住伫防疫旅馆的民众有29个人，旅馆的员工2个人，其中9楼有3个民众当场就无喘气嘛无心跳，送病院了后救无倒来。这个火灾嘛夺走陈志环的性命。伊伫咧参与搜救的时阵失去联络，尾手伫防疫旅馆9楼的一间客房疫情去互找到，无愧死亡。又是有系统的原因吗？还是怎么样？不要说每次出人命了。上面才来在这边检讨怎么样？那个都是于事无补了。殉职的消防员陈志环今年33岁，民国103年伫科班结业，105年去彰化市东区分队服务，已经有5年的经验。进前爸爸甲因老爸做伙做义消，有5、6年的时间。这场火灾经过8点外钟，总算有得到控制。不过，这栋大楼除了7楼至9楼有咧营业，1楼的电动间因为疫情暂停营业，其他的楼层拢无伫咧使用。不过是安怎2楼会导火，而且消防队员的人力配置明明有按照规定咧进行，拢该进一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33岁的消防人员陈志环伫火场殉职，这阵不幸甲电视剧《火神的目屎》剧情真相同。伊会做消防人员，拢是因为伊的爸爸是技校，所以伊嘛想要甲爸爸同款。伊的小妹嘛是技校，是积极讲为怎样会放伊的阿兄一个人伫火场内底，望各界爱重视基层的消防人员。消防员拍火体力的付出真大，若是忝啊，规面互烟熏甲乌麻麻，也只敢若会当坐伫咧路边小可休困一下尔。因为因知影，因家死神的比赛若是输，可能有真侪掉伫咧火场内面宝贵的性命就安尼消失。因为我有参加义消，他也有参加，结果毕业后了，觉得那个消防不错，他鼓励他去考。殉职的消防员陈志环的这辈兄弟，也伫网络放伊所翕的救灾画面，并且伫咧底卡的讲伊的心声，讲就算毋是直接为血亲，伊拢会人感受心中的痛。因这辈兄弟就是靠着对邻里社区的热心，才学因老爸做消防员。每一遍铃若响，穿规所的设备派上诉筒，心情是真复杂。伫灾害现场，大家叫因拍火英雄，毋过因想要讲的是，装备的震动比袂着心情的震动。虽然伊身为消防员回应，毋过其实无想要做英雄，只敢若想要平安的返去厝的。这边消防员陈志环顺入火场，情形袂输敢若是电视剧《火神的目屎》。同款是二小的小妹积极讲，因大兄冲入去火场救人。指挥官哪会当放伊一个人？伊伫咧浴缸内面争取最后机会时阵，伫咧绝望中离开。基层消防员的安全甲环境，总是伫咧意外发生了，结果再一遍重新检讨甲重视。徛伫咧第一线因想要问讲，敢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3个大病入境，加47个本土病例，另外阁有13个人死亡。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7月份开始会当恢复家庭类的移工全换头家，也毋过爱先做 PCR 检测。若之前有一个妈妈做预防射了后，甲婴仔饲入母奶，落尾红婴仔煞死去。经过检验，这个红婴仔的死因是呼吸道感染。
新冠本土个案礼拜四初一新增加47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20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18例，通市5例，高雄市2例，新竹市甲新竹县各1例。这原来是连续第7天单日新增加病例数伫100例以下，也搁创下疫情3级警戒以来的新低。整体来讲，个案数是往这个往少的方向来走了哈。那整体大概未来在7月12号的时候相关的一些措施现在都在研议中。另外新增加13例死亡病例，分别是7位男性、6位女性，拢有慢性病史。其中按8096是70多岁男性，因为接触到其他确诊者，3遍采检是阴性，一直到破病迄天采检才是阳性，当无1个月也是死亡。另外按13045是50多岁女性，也是接触到其他的确诊者，为确诊甲死亡干了4天。有出现咳嗽的新的症状，所以在6月13号在检验变成是阳性。那这一位在确诊之后也是因为病况恶化的关系不幸在6月17号的时候过世。另外，考量到适龄者家庭照顾需求，指挥中心宣布，即马开始优先恢复外国籍家庭看护工甲家庭的使用人，会当转换家庭类雇主接受聘雇。新雇主应该伫承接移工迄天办理 PCR 核酸检测，费用由新雇主来支付。一旦移工阳性确诊，需要安排就医，还是隔离治疗，阴性的就持续健康监测，也甲记录出入的卡价。假如新雇主未依照这样的要求来做，我们也依照就业服法第57条第9项的规定，将处新台币6万到30万元的罚锾。若是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6月30新增加16例，其中75岁以上的有9例。另外，婚林进前发生好像像妈妈做完 AZ 疫苗了后，倒来厝饲2个月大的红婴仔，隔天发现红婴仔所死亡的案件，经过法医解剖了后，发现红婴仔死亡的原因是上呼吸道感染，也甲双气出现肺炎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屏东Delta变种病毒群组感染，经过调查，住伫枋寮去围着的果子农翁仔某，和确诊住伫枋山的阿嬷，6月16日时拢捌去过枋寮病院，而且踮伫同一个空间，伫等候医生看。疫情指挥中心认为讲，因可能是安尼去相会着。枋寮病院伫昨昏是继续休困，继续消毒。县政府嘛呼吁6月16到6月14，捌去过枋寮病院的民众，要赶紧出来做体检。屏东枋寮国小的体检站，初一下晡排队的人是真多，因为原本枋寮果农因翁仔某感染原因不明。不过指挥中心即马证实，确诊Delta病毒的果农这个太太，甲枋山的确诊者暗号14407的这个阿嬷，6月16早起伫咧枋寮病院，两个人互医生看的时阵，拄好伫个隔壁间有共用候诊区，时间甲空间有关联性。他们在非常靠近的这个候诊区域应该是有时间跟空间上的重叠。那至于说时间空间上的重叠，究竟有没有互相交谈，有没有这个比邻而坐，这些目前是不得而知。因应枋寮果农这个太太疑似伫咧枋寮病院去用挂着，枋寮3个体检站会延到初2才结束。县府呼吁6月14至26这个期间，捌去枋寮病院急诊或者是门诊的民众，就要赶紧去做体检。枋寮病院继续停止门诊做消毒，目前还未确定当时复诊，除了扩大扩列体检，县府嘛会加速做疫苗的速度。我捌一厝尔。较袂惊。改感恩。这个阿嬷感动到后天，因为枋山乡长直接带医护人员去因家己做疫苗。因为他行动不方便，非常不方便。昨天也有请他医生来快筛啊。枋山甲枋寮拢总15例Delta群组相关的案例当中，已经确定有12例是Delta印度变种病毒，和机密是真惊吓。就算有人已经体检是阴性，也是袂放心，去买快筛的汽车来备用。上个月就只有卖一批，就是20个。就卖完，就卖完了。快筛的试剂供不应求，是因为那边民众有恐慌，要赶快去买回来做这个试验。枋寮的社区体检要持续进行当中，等体检结束了后，会做3天规个枋寮乡的大消毒。另外，为初2开始，卖进行第2波大规模做疫苗，希望透过多方面的防疫措施，莫阁出现新的案例。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高温烧热，北部、东部高温有36度。咱来看温度。
今日咱台湾各地天气真稳定，是好天到济云。若早起南部有阵雨，过到了后山区、大台北地区甲宜兰嘛有短暂雷阵雨。受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台东有机会会透火烧风。今日伫花莲唱歌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若台东双北是黄色的高温灯号。提醒乡亲爱加啉水，唔通着山。拜六礼拜太平洋高压会继续影响咱台湾，天气会搁较烧热。过到了后，落西北雨的范围嘛会搁较宽。行政院会伫昨昏通过真侪项修正草案，包括产检假对5天变7天，而且翁仔某会使同齐请育婴留一天薪。这段期间的补助嘛，对投保薪资的60%提悬到8%。为了要降低民众生囡仔的经济负担，行政议会通过修正性别工作平等法加就业保险法等法案，绑定劳工甲军职的翁某会当同时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同时请领津贴。符合资格差不多45万5千人，产检假由即马5天增加到7天，新增加这2天的薪水由政府补助，大概9万3千人会当享受到。法案会送立法院审查，不过第6加第7天的产检假，若是头家愿意，会当自7月初1就开始实施。如果雇主愿意优于法令，提前给这个第6天、第7天产检假的话，我们也同样会给予补助。那根据我们的了解，我们国内已经有相当知名的事业单位已经在今天开始来响应，包括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自7月初1开始，有几多项劳工新制实施，包括产检的次数自10遍调到14遍，也增加检载项目，卫生医疗补助上悬6遍，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自60薪提悬到8%。绑定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期间的弹性。另外，8月初1开始也要提悬育婴津贴加托育补助，希望会让鼓励民众给生囡仔，培养后一代的国力。都是自怀孕到养小孩相关必要的支出，政府都全力负担帮忙，而且明定就从今天开始实施。政府也修正性别工作平等法第19条，绑定无够30个人的事业单位会当协商适用弹性工作时间，将会送立法院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个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8月18公投的投票日敢要延期，中选会打算伫今仔日要交予委员会来决定。也毋过苹果报告是写讲，烦恼大家爱登去户口地登票的大规模刷叮当，人阵南来北往，可能会造成疫情加悬，爱考虑严重的后果。而且嘛惊有人讲，因为疫情的关系，无爱出来登票，安尼公投的结果嘛无一定是真正的民意。来关心自由时报。美国做民调的皮球研究中心伫中共建党100周年进前，有公布一份上新的民调，17个受访问的经济体这个国家对中国的歹印象创下历史新高，挖7成，更有要挖9成的受访国家认为中国无尊重人民的自由，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心嘛创下历史新高。来关心中国时报。变种病毒继续咧传，对经济恢复造成无确定因素。台经院公布7月份制造业的景气的灯号，伫本土疫情爆发了后，景气反应对红灯降做黄红灯。台经院是解释讲，制造业的厂商虽望也是真乐观，也毋过乐观的程度已经有略略啊减去啊。来关心为着要防止Delta变种病毒，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对今仔日中昼12点开始，所有入境咱台湾拢爱到隔离结束，拢爱做 PCR 检测，而且伫14天的中午，搁爱做一届快筛，所以计共是爱做3届。所有入境的人拢爱做，所以桃园机场即马嘛定安排卡路要避免旅客互相接触。桃园机场公司入境大厅外已经设置好规排货柜处采检站。7月初2开始，所有入境的旅客拢要进行采检。机场公司讲，一定会有等候的人，已经伫2个入境大楼拢安排座位等候区。旅客伫采检了后，爱按照规定坐防疫车队的车辆离开机场。我们会用入境的乘客资料比对搭乘防疫车队人员的资料，如果中间有落差的话，我们会请警政系统
来帮忙调查。因为它这个病毒不一定说我登机前就检测得出来啊，有可能我飞机的过程中就有感染到，隔离的时候有筛检出来，那是很好的事情。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因为我们这个要搭飞机以前，我们就已经做3天前的PCR 检测。为了防止变种病毒继续传开，指挥中心规定，7月初2开始，所有国家入境咱国的旅客入境一律采检，差别伫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一律到集中检疫所进行 PCR 体检，检疫第10至12天，还佫增加家用快筛试剂佫提一届。毋是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是伫机场做 PCR 采检，后续伫检疫期间，嘛爱佫再一次快筛，无论为倒位入境，检疫期满，拢爱佫做 PCR 的采检，也就是拢总爱验3届。1周大概礼拜5是每一天入境最多的。那我们每一天都会去检视隔一天预报的名单，来做 T1 跟 T2 的安排采检。入境的旅客若做验出阳性，一律会进行病毒基因定序，希望伫边境就会当将变异株挡落来。后续会看航班甲载客量变动来做检讨，增加边境检测量。机场公司伫1号暗时要进行模拟演练，也请入境旅客爱耐心听候，配合采检这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全国的3级警戒要延长到7月12，因为疫情有较稳定所以嘛有人开始咧要求讲，敢会使小可放凉防疫规定。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即马已经有针对餐厅、夜市咧思考讲放凉的指引，那么伫内底食可能会用坐一个、让一个这款方式，而且嘛要求店头爱加强消毒，做好新名字。民众手摕着食物，哪行哪踅，看卖还阁有啥物物件会当继续买。上北为5月153级开业以来，各大夜市都停靠个单，也毋过台北联合夜市已经宣布开放。也互各界关心餐饮夜市什么时阵会当重新开放营业？对此，疫情指挥中心准备推出餐饮夜市管理指引。一个餐厅就等于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间隔，跟其他是没有间隔的，所以会对于内部基本上内部人员的一个管理跟监控。那当有案件发生的时候，那主要是对于餐厅内部的员工跟他的一个顾客，实名制的怎么样来做相关的一个联系。各个的市场或是在夜市的自治会里面，那建立好的一个名册跟联络的一个系统。但市长表示，餐厅夜市拢甲这有关系，餐厅内容一定需要落实每会做保持社交距离，清洁消毒也是必要的。大型的中餐可能会比较麻烦，我们都是整桌的，对不对？那你说要隔离的话，那要怎么上菜？为什么要用菜？本来如果可以一个餐厅可以服务50个人，现在把它降到25个人。那基本上很自然，你的那个人跟人的距离就拉开，也比较不容易有群聚，那也比较好管理。另外，夜市甲市场的指引较强，一旦有一单发生状况，4个月的单位都爱隔离，会要求夜市自治会建立好名单甲联络系统，才会当及时隔离组织团部。已经1年多来的疫情实体通路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摊商也好，或者邀请摊商的2代来协助，让他们自己的产业来升级，然后在网络上也要多元的行销，然后。但市长强调，最近几个较大案，像北龙甲宽南市场，也拢开始做采检，屏东案也无偌大，对社会威胁也无遮尔大，疫情目前看起来是稳定。不过到底敢要降级，也是爱看整体疫情敢是会当降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1.8万例，死亡人数有39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0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4853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已经超过8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8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484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3万例。今
镜头来印尼伫昨昏高级之新的病例甲死亡病例拢创下新高。因的总理是宣布讲，对明仔开始要针对爪哇岛甲巴厘岛进行紧急防疫措施，进行2礼拜。目前印尼有的所在重症病房已经无够，上诉的需求量增加，所以伊嘛赶紧要求12岁至17岁的少年家要赶紧去注预防针。在雅加达五礁市这座体育场外口，有几多千位印尼的民众排队买注红车。在初一天定政府目标是注25000人。Selama ini mungkin masih banyak dari kita yang percaya tidak percaya dengan corona, tetapi ketika itu sudah terjadi, ya kita harus menerima akibatnya seperti ini. 印尼伫咧过去11天内有7天的确诊数创新高，7个初一天新增加确诊24836例，504人死亡，是疫情以来新高。疫情严重的爪哇岛加巴厘岛，总统宣布自7个初3开始封锁2礼拜。Pandemi COVID-19 dalam beberapa hari terakhir ini berkembang sangat cepat karena varian baru yang juga menjadi persoalan serius di banyak negara. 这礼拜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真侪所在病院病床已经无够用，尤其是雅加达使用率到90%，真侪病人因为病歪收，4月找呼吸器，有人摕酸素桶排队要冲去，验过排到伊时阵拄好无啊。供应商讲，即马酸素桶一桶的计价，自原本的大票1000到3900，在爪哇岛部分地区医疗体系也有这种情形。印尼当局目前希望继续封锁，甲确诊数降到一天10000例以下。验过专家讲，雅加达地区以外体检量严重无够，实际确诊数恐惊是更加悬。印尼7月初1开始对12到17岁族群大规模注放射。国际安会捌伫咧这礼拜提出警告，讲病例数伫咧短时间内面快速增加，互印尼面临着大灾难。目前上急上需要的就是增加医疗量能、体检，也有注预防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关心法国对6月底、6月30开始，大部分的公共场所拢已经解除封锁。也毋过有专家即马是警告讲，入秋了后，疫情可能会阁举起来。另外，伫澳洲有4大城市继续咧封锁，当地首长嘛呼吁当地民众尽量莫出门。法国疫情转好，6月30开始解除对餐厅、电影院、商店大部分的公共场所的人数限制。预定伫初9进一步要开放酒廊的营业。加拿大西南部的朗德省因为 Delta 变异病毒摊开，决定延后解除限制1礼拜。目前法国的 Delta 病例差不多占新增加确诊数的1/5。公卫专家警告，今年秋天恐惊会出现第4波疫情。Quatrième vague, mais qu'elle va être beaucoup plus nuancée que les 3 premières. Parce qu'il y a un niveau de vaccination qui n'est pas du tout le même. 为了防止 Delta 病毒摊开，澳洲4座主要城市持续封锁。疫情上较严重的新南威尔斯省，初一新增加24例本土确诊，其中还有一半是伫社区活动的情况下确诊。If we want the lockdown to succeed, all of us have to minimise our movements. All of us have to minimise our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as difficult as that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 lockdown is successful. 连加纳疫情变较严重，尤其是甲印度接界的所在，Delta 确诊人数也不断升悬，病患客满病院，部分病院酸素供应无够。政府初开始实施拢总1礼拜的封城，佮派出军警强制来执行。俄罗斯最近也拄到 Delta 病毒的侵袭，过去24点钟新增加超过2万的确诊。6月30日，通报669个人死亡，创下疫情以来新高。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廷是公布家己所做的疫苗是国产的斯普尼克。根据克里姆林宫，普廷分别伫3月甲4月各注1支。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镜头来南韩，来关心南韩有真侪人想袂开行底路，拢是用跳河的方式。为着要阻挡这款悲剧一再发生，首尔理工学院即马有开发一套 AI 系统，伫汉江大桥要防止民众跳河。2019年，南韩总计有超过13700个人因为想袂开死亡。每一年拢有要500个人伫汉江的桥顶行底路。伫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人数是有加无减。 2019년도에 비해서 2020년도 같은 경우 출동 건수가 약 30% 정도 늘어났거든요. 근데 작년 같은 경우 보면은 코로나가 발생된 이후로 젊은 층에서 지금 투신 우려자가 많이 발생되고 있는데 보통 20대, 30대에서 출동
투신자가 많이 발생되고 있는데 저희 직원들이 그 부분에 대해서 굉장히 지금 안타깝게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首尔理工学院为着这件代志，计划一套人工智慧闭路电视系统，用来侦测破断桥顶行路的人敢是会想袂开。因从2020年4月份开始，为监视录影机、感应器甲救援队的资料库，收集2800个影像的画面，输入人工智慧的系统，找出行底路的人因的行为模式。便若发现有人有无对当的举动，就会随通报给救援大队。 저희가 AI형 기반으로 딥러닝으로 모델을 돌려서 실제 상황을 탐지하고 사전에 예측할 수 있는 그러한 기능을 수행하게 됩니다. 그래서 투신 상황을 예측하게 되면 이런 인공지능 기반에서 알람이 자동적으로 시스템에 전송이 되고 반대 요원이 관측하에 출동 여부를 결정하게 됩니다. 首尔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当地甲首尔市的消防甲灾难总部来合作，为10月份开始，伫500公里远的汉江大桥顶悬进行防范行底路的人工智慧闭路电视系统的测试计划。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昨昏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街头出现示威活动，嘛有出现闹会的冲突，上无有20个人互掠去，有1个人拍警察了后行底路死亡。来关心Delta变种病毒伫欧洲摊开，德国的专家是建议讲，若主民众头一档预防射是注 AZ， 安尼建议第2档会当改注 BNT， 也是莫德纳的预防射。 来关心美国国务院有公布上新人口比例报告，咱台湾是连续12档互评做放伫上悬的第1级，显示咱台湾重视人权，甲美国、英国、北港拢是第1级的国家。来关心世界田径总会有公布东京奥运的参赛名单，咱台湾又搁加3张门票。那网球的项目确定只有男子单打的罗彦勋，也搁有女子双打的詹家姊妹仔有摕到参赛权。奥运的田径积分伫咧7月结束，咱国国在增加3位选手摕到冬奥的参赛资格。世界田径总会随日公布冬奥的参赛名单。 咱国男子110看篮的陈桂如积分排名第35，男子400公尺看篮的陈杰排第39，男子100公尺杨俊翰排名第51。其中，陈桂如甲杨俊翰拢是第一遍参加奥运，陈杰是伫咧杨团讲记证了台湾第3位奥运3条元老的田径选手。佮加上标情双雄陈兆春、黄树芳，也佮保障名额摕到女子100公尺资格赛女子选手谢希君。这届冬奥台湾的田径代表队总共有6位选手。另外，国际网球总会7月公布冬奥各国的参赛名单。台湾这个男单的罗彦勋，甲女双詹永莲、詹浩晴的姊妹仔组合摕到参赛资格。罗彦勋甲曾杰成一人报名男双，也毋过无摕到席次。除了男单甲女双项目以外， 中华队伫咧到东京了，会看实际情形搭配，争取混双参赛席次。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47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3625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 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523例，伫台北市是4488例，超过1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市是701例，苗栗有545例，嘉南有303例，伫彰化是264例，台中有197例，新竹县是103例。另外，死亡的个案昨昏有增加13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 计共是14853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3625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镜头来高雄，伫高雄的凤山某一栋大楼发生群聚感染，昨昏又搁新增加2个确定病例，因为规栋大楼有2口罩是确诊啊，因无熟悉嘛无交叉。市政府经过调查发现，公家用同一支电梯，所以可能是安尼烧话。市长陈其迈是强调讲，这个案件甲屏东Delta变种病毒并无牵连。一栋大楼有5个人确诊。 感染源到底是为倒位来的？和新北市的温子宫病院指标个案所引起的人母群聚案，佮拖去另外一个互相无熟悉的家庭。市府透过电子的行踪、车辆辨识系统，还佮有监视器的画面来研判，感染的源头可能是已经互污染的电梯。
那从14359开始到目前为止，总共影响了6个家庭，总共有18个确诊个案。高雄阁增加2个确诊病例，都是前一天还无暗号的未限制的负责人甲因翁婿，暗号14928甲暗号14929，嘛互人母的群聚案影响到2个家庭。市府表示，无通风的环境确会有病毒，怀疑这2户虽然无接触，毋过煞疑似饲到电梯的开关，或者是摸到其他的所在，了后佫去摸喙摸鼻，才会去挖到，呼吁民众等到厝内接洗手。红山大楼嘛，考虑331个人，而且接触者的 PCR 采检拢是阴性，也若行踪相关的接触者，也有18个人在检验当中。因为他是每天都有出来呀，他很单纯的欧巴桑啊，他都是过路的，骑摩托车都是过路的。红山大楼群聚案拢总5例，甲屏东Delta变种病毒甲有关联，敢有需要做基因定序？市府认为无需要。假如我们在流行病学可以找到它的感染源，那有流行病学的相关，那基本上就可以不用进行基因定序。大家嘛强调讲，基因定序是针对找无感染源，或者是临床的状况较复杂的时阵才会采用。目前高雄的感染源拢有明确来掌握，并无基因定序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所以镜头来新北市昨昏市加20个本土病例。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认为讲，疫情有咧转好，有渐渐稳定。另外，邦桥大湾东百货公司内底有专柜小姐去画到，内面的1600个外的人拢有做体检，拢是阴性。所以市府即马有同意百货公司消毒了后，就当恢复做生意。新北疫情转好，初一单日新增确诊人数20例，主要分布伫邦桥、三中堡、新店甲三峡。市长侯友宜将压力调表示，新北确诊有6成来自家户感染，甲台北市相关有4人，不明感染有2人，拢总扩大接触者982人，其中这场接触者是上大件939人，占96%，目前无 PCR 阳性确诊个案。就是三峡今天特别有3个人。其实三峡这3个人都跟台北市有关系，因为其中有一个儿子在台北某医院担任看护，染疫以后回来传给他的妈妈。邦桥台湾吧调病案，新北市要求业者针对所有员工进行快筛，1680个人全部阴性，市府同意初一下昼1点恢复营业。针对员工控诉爱自费体检，经法局表示爱由企业内部自行协调。另外，三条埔塘社园区各部处有员工确诊，卫生局启动企业快筛开检380人。台湾大哥大呢，现在目前是有2名员工确诊，那已经完成了这个清消，那总共呢匡列了123个居家隔离。新北市协会108000人莫德纳疫苗，有未少民众注文，31度因为网络注文进步系统大特车引起民怨。侯友宜强调，注文采网络做最当济，也有3万多人开放注文。75岁以上的长辈，上次打 AZ， 没有打莫德纳，想打莫德纳的，都欢迎回来打莫德纳。市长今日唔注苗，足欢迎你回来注，因为只有疫苗才可以保护你的身体健康。外界关心7月12日后，餐饮业敢是先被解封？对此，侯友宜讲话保留表示，新北未疏忽，目前疫情往好的方向行，毋望有好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时间9点33分，今日早起有开全国的防疫会议，目前疫情指挥中心正在开记者会，来听现场详细的说明。会议上面，县市政府仍是有一些关心哈。那我们在会中有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说明。那这个我们在已经请相关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将接种计划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第86次，也就是这个礼拜的这个礼拜2的疫情会议中来做报告。那我们在会中也请各部会要对于地方政府业务隶属的相关局处的联系，那请这些地方隶属的这个相关局处的部分要跟当地县市政府的首长要有所报告，让县市首长可以充分的了解在第7类接种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组成等等这些相关的资讯要让县市首长来充分了解。那第3个是有关于地方政府建议扩大疫苗施打的对象，因为每一次都有一些建议的类别啦、对象那我们有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了因为疫苗的数量的关系，那指挥中心一定会
持续针对高风险人员进行一些盘点、滚动的规划，后续纳入施打的开放类别目标族群。那请地方政府一定要配合指挥中心的规划，确实将拨配的疫苗施打于优先开放类别的这些目标族群来做接种。那第4个是地方政府关切接续莫德纳疫苗的这个拨发的部分哈。那因为莫德纳疫苗的这个保存解冻的作业所需的时间呢哈，所以目前这个阶段要分成2批来拨。那第2批的部分预计是在7月5号会去做拨发到地方政府去，因为需要做一些解冻的时间哈，所以这个社区组也在今天的会议中特别跟县市政府来做说明。好，那今天的报告就先到这边。指挥官好，央广提问，要问一下，因为最近有发生那个防疫旅馆大火的事件，所以这边是不是有做一些提醒，包括在防疫旅馆什么样的检查设置，或者是在消防员在这个防灾救灾这边是否有一些提醒？好在去年其实开始设置这个防疫旅馆的时候指挥中心也好，消防署也好，都有订定相关的这个救灾救护，还有相关的指引。那也都会在开设，就是因为防疫旅馆都是陆续开设的哈。那地方政府除了卫政跟观光的主管机关会去做一些检视，另外在开设之前，那县市政府也都会要求这个消防机关再做一次安全检查。那我们也检视了一下这一次彰化这个大火所设置的这家防疫旅馆，他们在开设之前，也一样去做了一下消防安检的部分，也有一些改善的在消防设施上做一些改善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会再次的提醒叮咛所有的县市政府在开设的这个防疫旅馆，尤其在开设后，整个这个救灾救难的动线等等，那这些救灾的指引一定要充分的教育训练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的部分在防疫旅馆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跟认知所以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强化。那对这个火灾所引起的这个事件，其实我们非常的遗憾谢谢副指挥官，这边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第一题是因为今天开始是入境都要普筛，那目前每天入境的人数大概是200到1000多人，但是因为1、2航厦是各只有5个筛检站，想要问一下这样量能是足够的吗？因为昨天淘机公司其实他们也有说他们预期一定会有等待的情形，想要问一下说这样在等待的时候会不会反而造成群聚？另外在华视新闻提问，想要问一下华南市场有41人确诊，想要请问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掌握？那接下来会如何因应？谢谢。好，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有关华南市场的部分，等一下这个指挥中心会另外来做说明所以有关于华南的部分，我们就另外说明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报告那机场的部分从今天开始，那如同刚刚媒体所说的我们在会中也跟大家说明过从周日到周六每一天入境的旅客数都从200多人到1000多人都不尽相同。那一样的航班停靠的时候T1 跟 T2 2个航厦也都有。那时间呢，从清晨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时间都陆续所以其实我们昨天上午我有到机场去，跟这个机场的所有的团队，包括机场公司，那我们整个 CIQS 的团队，我们都一一检视这些动线。那虽然目前我们在2个航厦 T1 跟 T2 各有5座的这个采检的设备那因为航班到的这个时间点跟人数，我们会去做预先的安排。我昨天有跟大家说明前一天都会先看隔天航班的抵达时间、预报的数量，那去做规划。那也机场公司跟整个 CIQS 的团队
也看了一下这个如果必须采取比较大量裁剪的时候的作业方法，也都有。另外因为考量现在气温其实还蛮高的哈。那以入境大厅，因为现在几乎都没有旅客可以不会有其他的人，然后不会有其他接机的人，所以入境的大厅大概只有旅客，所以一样会善用入境大厅非常多数的这些座位，然后把那个位置拉开，加大它的间隔，让如果必须要等候裁剪的旅客可以依照这个座位来去做等候。那这样子第一个间隔拉大，那也可以让旅客比较舒适的等候裁剪。大概采取的这些措施，那如果必要的时候，就会采取大量裁剪的这个计划。不过看起来以目前来讲，大概1周会使用到的次数到1到2次大量裁剪的部分。头先听到是疫情指挥中心现场上新的记者会内容。虽然继续关心屏东邦山受 Delta 变种病毒的影响，酸影消袂出去。后来呢是靠种人斗3工斗交关，毋过也是有一寡规模较细的果子农袂晓行销，较袂晓用使用网络，销量同款有受影响。阁有果子农嘛表示讲，因为因厝内的人有的人爱隔离，所以无人斗板嘛，阁请无工。你讲钓鱼啊，钓落哇，因为钓，伊就是挽袂去嘛。规山坪果子树的山影已经大粒，果子农煞袂复挽。这位住邦山的赖姓果子农，因为一家伙仔5个人，有3个人咧隔离，剩伊个上细汉的查某囝，这一架外的果子园只好专交予伊一个人采收。自己一个人采啊，自己一个人这种这样子啊，因为现在。你要请工人帮忙的话也不好请啊，人家不敢来啊。还好是有我好朋友，没有他上来帮忙我。唔若请无工，即马嘛无人敢来收山影。邦山有困难的果子农唔若伊，真侪小农厝内甲仓库嘛满拢是山影，还袂出货。进前阁家加帮买邦山山影，农会订单全满啊。大家叫是邦山山影拢卖了啊，其实有小农高算一直到7月底，因阁有3000外箱的山影无人买。枋山啊、春日啊、狮子乡啊、苋菜啊，还是有很多果农的芒果都是盛产期，还在大采收。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很多家里都是果农，都是小农，那家里的因为受疫情影响，经济上都有很大的打击。因为真侪果农无通路。屏东自费医专的老师做一季买50箱山影，学校嘛呼吁校友甲各界做伙来支持袂晓行销的小农甲老农，嘛支持屏东山影。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屏东报道。来关心三级警戒较单，日时的照护机构嘛拢无开，为着要减少这个新种家庭的负担，台北市的日时照护机构伫昨昏恢复营运啦，也毋过有人数的限制甲管制，而且要登去机构的人嘛拢爱先摕到 PCR 采检阴性的报告，才会当过去。南咪伫运动机行行咧，南咪去看电视、找代志做，度时间。今年20岁是急动症、智能障碍，也是养型患者的悠悠，已经安尼伫咧厝个5个月。逐工就比迄个门啊，要出去啊，摕安全帽啊，嘿啊，然后拿外套、背书包啊，要出去去上课啊。毋过出去阁是风险，阁唔敢会出去。阳台行行的啦，房间行行的啦，就这样而已。无法度去适龄照护中心学习，自本的生活节奏也拢拍乱去。这是疫情期间未少身心障碍家庭所面对的困境。台北市政府宣布7月初1开放身心障碍者日时照护机构分流降载，服务1半以下的人数，要有 PCR 阴性报告才通登去机构。初步估计有170人有需求。那因为170位里面还要先去看他目前PCR 的筛检状况。目前的规划就是周1、周2属于一组，
那周3的部分呢，就是机构全面清消。那周4、周5呢，会有另外一组的人来接受服务。使用日照或是居家服务的囡仔都有优先施打疫苗哈。不过他在家里的那些人其实是没有施打的哦，所以他会不会把病毒再带回去日照中心？其实这个不一定啦。不过考量较好的能量，即阵所有机构拢无受新的个案。台北市社会局希望兼顾防疫，也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做伙更好过。记者闵静玲、何凯台北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有医生是提醒讲，面对搁较高团、搁较高位的 Delta 变种病毒，若准乡亲对外口登去处理消毒的工作，一定要做好集中。另外，嘛有提供10大重点，让民众知影。新冠肺炎 Delta 变种病毒入侵台湾，面对疫情的变化，医生提醒大家，除了爱定定洗手、挂嘴烟来降低风险，还要配合运动来提升免疫力。原则上，这届病毒会在一般无性命的表面上活6天到9天，所以清洁的工作绝对袂当轻忽。首先要注意的地方是鞋子，那鞋子我们尽量脱在门外。那如果带进室内，也要注意鞋底的消毒。身上穿的衣物啊，我们都是脱下来尽快换洗。那同时也要注意像头发啊、脸部啊跟身体，尽量也是洗头洗脸。罗俊伟本身是医生，嘛是3个囡仔的爸爸。伊讲，家己回去厝内第一件代志，一定会去洗面，规身躯嘛会洗清气。另外，伊嘛提出防疫还有10大重点：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鞋子要放在门外，小心脱除口罩、护目镜或眼镜，口罩直接丢弃。去完人多的地方，回家要洗澡、洗脸、洗头。好，保持通风，然后尽快接种疫苗。罗俊伟讲，自我防疫工作是真重要的代志，自生活细节开始做起，才使避免甲病毒炸转去厝内。另外，若是有定期回诊的需求，嘛使尽量利用远距实时门诊来降低感染的风险，保护家己，也保护大家。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日本纾困已经会当开始申请，不过有日本工作者是反映讲，因为因真侪人甲因的劳保保伫职业工会，转行自动地做劳工，要申请文化部的纾困拢互退件，所以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下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计程车行业都可以补到3万块，你说那些餐饮业他还可以做外卖，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有收入的来源。每当演出无收入，基本工作者剧团演员等咧过寒冬。虽然政府才公布基本纾困补助，不过有人向文化部请纾困，刷红退件。大部分90%，阮的劳健保拢投伫对，拢投伫工会较济，拢投伫工会较济，拢在工会，所以被认定什么？被认定是劳工啊，启明雄家阿姨啊，你要叫伊做身负动作，真的非常困难。因为即摆劳工个人纾困有1万到3万，爱照资格来审查。基本纾困是直接发3万，若是已经投入创造的经费，上悬通申请6万，补贴较济。但是劳动部伫进前发放予自营工作者补助时，就先用系统比对全台各职业工会，筛选出180个人符合资格，其中包括伫工会基本人数。不过因根本也未申请劳工纾困，嘛无领到补助，即马刷卡伫遮。我们的数量很大，因为有185万。那另外其次就是说，我们有一少部分，比如说跟文化部、跟公路总局、跟那个观光局等等有一些重叠的部分，可能是作业面的这个部分不应该再由当事人在各个机关去跑。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解决。对基本工作者的定情，文化部甲劳保局表示，若因有身份封锁掉的部分，会当各向承办单位来申请审查，只要电话就会当完成，嘛会赶紧下单位来协调，解决停书上的问题。记者陈阿文调随参报道。特别hiệu热，嘉义市有学校即马要开放校园的图书馆，开放借册，互学生囡仔hiệu热，嘛会当伫厝内学习。学生抱着册，家己伫柜台来办理借册手续。学校开始来hiệu热，
家己市阁需要鼓励学生休热期间会当提悬借册数量甲时间，配合防疫伫厝加看册。安全考量是最重要，重要的是，难得一次可以借到10本，因为平常孩子的没有办法借到这么多册。现在就是疫情很严重，所以说是要分开这样，是不是？嗯。那你打算要借几本？10本。配合防疫的要求，室内空间袂当超过5个人。学校运用目前注疫苗的方式来甲学生做分流，透过电子化的设备，学生家己就会当来借册行册。跟这个余美定式的打法是很类似的，所以加大了距离，也加快了速度，所以在这个防疫的期间是更安全的一个借阅方式。市政府教育处表示，市内学校拢有运用家己的空间安排学生来学校的图书馆借册。有家长嘛表示，已经开始休热，分流的方式，互因带囡仔来比较较安心，而且册一届会当借2个月，唔那方便，嘛互囡仔会当好好来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法国的影集《野生罗平》。影片的男主角是经一个黑人演员来主演，造成大轰动。即马第2部嘛，拢已经推出啦，而且正抢市。If you touch my son, I'll kill you. 野生罗平第2部自男主角飞车小弟从入去古堡内面救被绑架后生开始，开始将兄弟欧马斯演出勇敢具有头脑的现代罗平野生迪奥，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家庭，面对权贵冤仇人的小表，身份互人知影警方追击，就要找证据为25年前冤死的老爸洗清冤枉，而且报仇。伪装的技术、超前的部署、紧张的剧情，互人想要一直看落去。Cet homme, vous le connaissez? Il s'appelle Hassan Diop. 法国作家卢布朗的经典作品《怪盗野生罗平》是戏内主角野生3代伯仔囝心内共通点。拄着危险的时阵爱安怎做，抑个欺骗敌人的暗语，以现代巴黎做背景，结合推理甲乌实幽默。今年初第1部伫全球上线，第1个月就创 Netflix 史上第2关的纪录，抑个意外互原本的小说大卖，互囡仔人愿意甲手机仔藏来摕出来看。新式怪盗的角色变做身份较低北非黑人移民，拍破小说内面白人罗平的印象，剧情也正巧妙地点出种族甲阶级的问题。On va dire le niveau social d'en dessous et il en profite lui pour être invisible et faire ce qu'il a à faire. Je trouve ça assez malin. 第3个罗工永远拢无被重视，无人分得清楚黑人的清洁工甲送货员是生做什么型，互男主角定会当就此顺利逃走。不过，种族社会议题是点着啊领，是非善恶的对决才是重点。剧情呈现出芭蕾面貌，带观众看所有的名胜古迹、博物馆到上流社会场合，也有地铁、公车这款在地生活，甚至是地下古墓通道的修理。第2部伫咧碰到权贵犯罪了，也佫袂当放心。Netflix 已经买第3部，按算伫咧今年要上线。公司新闻施惠两边去。灾难发生的时，要救人有时拢会因为天气也是环境影响救援。西班牙的海沙堡即马有使用一款救援无人机，会使先定位飞到受害者的身躯边，先等救生壳帮助受害者会当经到挡到救援人员到位。无人机慢慢飞去天顶，并穿黄衫的救生员提装备得到无人机冲下海。西班牙米哈斯的卡拉海沙堡最近开始使用救援无人机。Aparte de lo que estáis viendo, que puede lanzar salvavidas, lleva 2 salvavidas, que están cautivos, que pueden soltarse. 无人机会当定位迄款拄着麻烦的人，飞到伊的身躯边，等吸到水就自动冲去的救生裤啊，甲救生衫，协助伊等待救援，等救生船来个救起咧船顶。这种无人机有8公斤重，靠感应器会当闪开任何的障碍物，上远会当飞到离海岸8公里远。而且连续飞45分钟，飞机顶有装喇叭会当放送，互有难者会当心情较稳定，也个翕相机会当随了解有难者身体状况。西班牙海边啊无人机救人，美国加州是互无人机装红外线感应器，专门伫咧灾区救动物。So what I do is I fly infrared drones primarily at night over disaster areas after a hurricane or a fire hits, and I look for
people's pets, whether it be cats or dogs, and I also look for injured wildlife. 这种无人机是原本伫咧拍电影的摄影师道格拉斯所研发，声音较细声，袂甲动物惊到。比传统技术会当更加紧就定位到要找动物。2020年初，伫咧澳洲森林大会就救出真侪野生动物，要啊世界自然基金会改请，继续进行动物的救援。目前红外线无人机已经救出几落百只动物，并且将救援的过程拍做一系列的纪录片，受到大家的注意。道格拉斯也带着一只被放杀搁互伊找到的狗，伫全世界继续救动物。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社会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5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